陈俊啊，你们上去吧，我要带他们两个去测试一下异能。好。大人再见！你们加油啊！再见，芊芊，我们走吧。阿俊，阿俊，我回去玩啦，会议室就不陪你去啦。阿俊加油！潘多拉，哥哥，山多拉，你们在干嘛？收集情报。陛下，惊人的个体战斗力，还有那座凭空出现的要塞，需要……他们毕竟在和那些恶魔作战，看看木他们接触的情况吧。这个老头总觉得有些眼熟啊。话说，这是监控探针传回的维迪斯皇宫中的画面，很好。监控？没想到山多拉，你还有偷窥的兴趣啊！你们都是为了获取情报。这么说，现在基地外面的3个人，就是那个什么帝国的使者了吧？这里有能量阻碍，没法直接进去。让我来。有人吗？切，架子还挺大。我看是你嗓门太小，人家都听不见。那你去试试啊！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鲁莽？够了，你们2个，不要忘记我们这次出来的目的。我们现在不妨再多等等。陛下决定接见诸位。那是什么？异文明的魔法咒文？小心，也可能是什么陷阱。嘿，成功的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。下马威你妹呀！咱们现在拍的是军事题材，不是生活喜剧。哥哥，我明白了，现在就将这个世界变成帝国新的疆土。住手！军事题材不是这个意思。山多拉，最近消耗有点大，碳基食物比较解饿。餐具都不剩吗？我们西陵使徒都是很能吃的呀。什么？一个都这么能吃，还有300个，完了，养不起啊！放心，食物的问题并不需要担心。西陵使徒能够从虚空中获得无限的能量，碳基食物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接见吧。哪来的椅子啊？这里的椅子是可以随时传送出现的。潘多拉也要参加吗？作为将军，潘多拉需要参与。泡泡，传送他们进来，你就可以下去玩了。好嘞，谢谢陛下。对了，记得要保持威严。你现在是一位统治者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刚刚是种从未见过的传送法术。你们是？这里是光柱城堡的内部，你们是这里的主人。这里是西陵要塞，而这2位，则是西陵尊贵的统治者。西陵要塞统治者，好强的压迫感。威严，威严。你们大老远的跑过来一趟也不容易。你是西陵的统治者，能不能靠点谱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这种场面真的没见过。那个，这位是帝国的统治者山多拉·凯尔维·尤拉西斯，这位是帝国将军潘多拉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居然是将军吗？至于我，则是另一位统治者陈俊。很高兴见到你们，尊贵的西陵统治者。我们是维迪斯帝国的使者，在下木，
生命女神的主祭。生命女神的主祭？话说这是精灵吧？来，让一下。本大爷叫穆罗，维迪斯帝国宫廷法师，首席的。首席？这么年轻？真是没见过世面。当力量足够强大，我们的寿命也会因此而延长。事实上，我们3人的年纪都已经……随便暴露一位女士的年龄，可是很失礼的。原来到哪儿都有这种设定啊！兰诺帝国、魔骑士、维诺亚。兰诺帝国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是第一个被深渊消灭的弱小国家。抱歉。没事，即使我的国家不在了，我也仍是兰诺的公主。终有一天，我将夺回我的家园。维诺亚，你不错的信念。入座吧，各位，该进入正题了。所以，你们是想联盟，还是兴师问罪？我想请问，贵国来此的目的？征服，我们是来征服的。什么？你们太弱小了，我们需要征服你们，再统合资源击败深渊。你不要乱讲啊！你们果然没怀着好心。不是这样的，潘多拉。小孩子不要掺和大人的事情。可是哥哥，我不是小孩子，哥哥。那个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但愿如此。你们放心，我们过来真的不是为了和你们作战的。你们所面对的魔幻生物的背后，我们称之为深渊。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深渊的入口，摧毁它，你们的灾难才会停止。是的，我们真的是来帮助你们的。我们很高兴能获得你们的帮助。但是，这座是军事要塞吧？难道在你们的世界，在他国境内随意设立要塞的行为很正常？那个不满意？我们要与深渊作战，当然需要一座基地。山多拉，会不会太直白了？无妨，对我们来说，消灭深渊是最高事项。任何文明，任何国家，在这一大前提下，都必须无条件让步。大家冷静一下，直接开战吧！我们真的只是为了帮你们击败深渊。请各位看这边。对了，大家快看，这就是我们对抗深渊的铁证。就在昨天，深渊趁帝国立足未稳前来袭击，但在帝国强大的实力面前，他们不堪一击。最后，我们胜利了。事实胜于雄辩。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，我们得保持足够的警惕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想帮忙？山多拉，咋整啊？你还记得那2个佣兵吗？对啊，林雪还在训练他们呢。各位，再给你们看看另一个证据吧。为了更容易消灭这个世界的深渊，开始，我们正在尝试强化你们的各种力量。猴子闪开！这是猴子，看我的！如你们所见，他们自愿接受改造之后，身体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，还获得了异能，而这几乎没有任何风险。你们是在利用这个世界的人进行某种实验改造吧？我们只是试图让这个世界的人……怎么，有意见吗？穆罗，别激动。这就是你们被按着打的原因，缺乏足够的力量。作为生命女神的祭司，我无法容忍你们这种侮辱生命的行为。而且，伟大的生命女神赐予了我们力量，在女神叮当的照耀下，我们终将战胜恶魔。叮当？没错，生命女神叮当。大陆历1041年，灾难席卷整个大陆，全世界开始不断的出现各种灾难性的自然现象，无边无际的腐化生物毁灭了一个又一个国家，散播着死亡与恐惧，直到一道绿色的光芒划过天际。伟大的生命女神叮当降临人世，为整个世界带来了生机与希望，以及与恶魔抗衡的力量。是的，一切都是因为那位神明，伟大的叮当大人。他说的真的是你吗？我怀疑你涉嫌欺诈。肯定是叮当啊！叮当可是超厉害的。就你这么个3寸丁！哎呀！
这是真正的女神大人，这气息真的是女神。竟然见到了女神，我回去给你吹1年。女神怎么会在这儿？如果女神现世的话，我的国家……参见女神大人，参见神使大人。你们怎么？帝国和神界的联系倒确实挺紧密的。原来是我的信徒啊！这个不是我的神使，他是阿俊，是要送我回家的好人。送女神回家，多么神圣而史诗的一幕！一切谨遵女神的旨意，一切谨遵女神的旨意。叮当很厉害吧？阿俊可不能小瞧叮当。是，叮当最厉害了。叮当刚刚被吵醒，现在叮当要回去睡觉了。女神大人居然进入他的帽子里，莫非那就是传说中的神驹？如果我能……你们现在还怀疑我们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我们相信您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统治者，我们一定会回去如实禀告。是的。山多拉，把他们送出去吧。两位大人，告辞。终于结束了，累死我了。好好休息。陈俊，还没结束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维迪斯的首都凯贝城。啊，不是刚送走那几个凯贝城来的吗？我们去干嘛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，行吧，在这之前，先让我睡一会儿。哇，好哎！逛街！哎，倩倩，别乱跑啊！雷雪，我们也跟上去吧。倩倩，等等我呀！阿俊，那边好像有很多好吃的，我们去买吧。倩倩，我也很想买，但是我们没有钱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大家请看，这些都是最新的 U 盘，西卡罗，绝对是你们没有看过的全新品种。这位美女要买我的 U 盘吗？不需要。很畅销的，大家都在买，你再看看呐！你别走啊，再看看呐！我想到办法了。算了，好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得来的。哎，各位，10元1串，30元2串，走够路过千万别。陛下，西卡罗，哇！倩倩，阿俊，我们有钱买东西了。阿俊最棒了！啊！哇，那是驾驶车哎！阿俊好像在拍电影一样。倩姐，帮我拍个照吧。好。大叔，可以停一会儿，让我们拍个照吗？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倩姐，好了。3、2、1，倩姐，你一起来吧。好。李雪，可以帮我们拍一下照片吗？倩姐，快过来呀！来了，准备，3、2、1，耶！我现在宁可去找个深渊打一架，真不知道他们3个哪来这么强的精力。看来西陵女孩和人类女孩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。好，最起码你对逛街没什么兴趣。你终于看出我的优点了。啊？那你会把我当做不正常的女孩看待吗？我怎么会？果然，在你眼里，我根本算不上女孩吧？不是，你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女孩，而且也有很可爱的一面啊。真的？那你就送我一件礼物，当做你的赔礼。好。怎么感觉我被忽悠了？就这个吧。很好看啊。陈俊，我戴着好看吗？非常适合你。这位美丽的少女，我能请你喝一杯吗？
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等等我呀！少爷，这次的相亲对象挺好的呀。对啊，有鼻子有眼的。啊？看来你们还是误会我了。我现在只是在遵从本心，精进我的剑术。感情上面的事，我概不。可是少爷，你已经很久没有练。这是不，Let's go。陈俊，这个看起来怎么样？非常好看。这位美丽的少女，我能请你喝一杯吗？小姐可能有所不知，在我们凯贝城，还是不要用这种外乡人来当导游，就由我这个小小的贵族来当你的导游吧。不管是哪里，我都能轻松找到。所以请问，住口！不要在旁边。那我们陈俊，我们走。哦。干嘛？作为凯贝城的骑士，有必要排查你们这些成粉不浓的外乡人？能不能等我说话？怎么看你都是可疑人物。看来只能用我的剑来判断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好机会，准备好面对我的必杀技吧！少爷，是他自己撞上来的啊！不准走！啊！连我爸爸都没这么打过我！难道你没看出来我家少爷尊贵的身份？他可是宰相大人的儿子，也同时是皇家骑士。年仅10岁就敢关灯睡觉，12岁就不再尿床，从小就热爱剑术。光明神在上，让我在这里遇到如此惹人怜爱的小猫咪，我一定牢牢抓住这个机会，从此便一心一意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！俏皮可爱的邻家小妹，天生冷面的少女，温柔可亲的漂亮姐姐，怎么全都是心动的感觉？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背着我们干了什么？难道这就是光明之神对我多情的惩罚？在下皇家骑士托斯卡，什么情况？竭诚为你们服务。满意的啊，满意的。你就不要再添乱了。我添乱？哎呀，说来话长。喂，你是不是嫌我烦了？哎呀，不是啦。放开他！给我放开他！你这个……真是让人生气！你不要乱来啊！这人确实说的太过分了。你就别拱火了，这些你早就知道了吧？我要跟你决斗！决斗啊！那几个人不认识啊？怎么还不打呀？真是的，这里的人真的好事啊！加油，少爷！少爷，加油！加油，少爷！剑，一定要帮我看好他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从我的角度来讲，这种毫无意义的决斗还是算了吧。好啊，真的。那样你得作为一个失败者狼狈的退出决斗。嗨，这样啊，那我就……陈俊，如果你不接受，那就让我去吧。等等，有山多拉上场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厅长。哦，还是要开始吗？
倩倩，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。可你刚夺成的那一步几千年的时间呀！最好的托斯卡少爷由我们守护。他，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哎，走了。阿俊，我们继续逛街吧。什么呀？这里东西真不错。哎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好啊。得救了！浅浅，你这也买太多了吧？没事。他们是一点都不累吗？这件也不错。这个不是，真是好险呐！哎，这东西坏了你可赔不起。我好不容易才淘来的一个，哎呀，这巧夺天工的处理，这独具匠心的设计，阿俊，你又去哪儿啦？整天到处乱跑。当然是给你们买礼物啊！喏，这是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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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会这就是你的礼物吧？喂，这可是大叔的传家宝。是吗？说起来，大叔还让我随便拿了点首饰。首饰？啊？这个不错哎，纯手工的就是不一样啊。这几个首饰还真不错。是啊，倩姐，算你了。琳娜小姐，戒指也好衬你啊。到底来这里是干嘛的？也很好看啊。跟我来吧。我叫西卡罗，我现在遇到了职业生涯最大的挑战。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！果然被无视了。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像在上个星球一样躲避着执法人员。正在我得意之时，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直到后来发现了小贩和执法人员和睦的景象。不用躲避执法人员的消手，让我感到十分空虚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？一定是身为战士的我不能忍受顺从。西卡罗，属下在。另一位将军也来到了这里。武器铺。嘿嘿，小兄弟，本店接受定制服务。大叔，你还卖武器啊？哈哈，你一定先去的对面那家吧？那个是我的孪生兄弟。之后嘛，老不死的，给我过来！来了来了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啊？孪生兄弟有什么奇怪的？深渊能够侵蚀魔化各种生命，而一直以来跟深渊作战的麒麟有多强大，你很清楚，对吧？以他们这样的科技水平，为什么能抵抗这么久？难道是因为这些武器的材料吗？之前征战的时候有所耳闻。这种金属叫奥铁，可以抵御深渊。我也是听雷克他们说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如果用这种材料来打造武器，战力肯定会提升不少。可要是大批购买奥铁，这得打多久的工啊？笨蛋，肯定是跟他们做交换啊！维蒂斯他们能同意吗？同意？如果带上几个营的西陵战士，快停止你危险的想法！开个玩笑啦。明明有认真思考吧。我指的是异能强化技术。所以呢？所以呢？
我们设想一下，普通的魔兽，雷克和猴子能够轻松应对。如果将异能者增加个几倍的话，那么相对强大的魔兽肯定也不在话下。这样一来，奥铁就不再是他们的必需品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泡泡，对这把剑的材质做一个全面的分析。遵从您的意志，山多拉陛下。我买了！你们可以再挑选几个趁手的武器。就为这个，也没必要特意跑一趟吧？这个只是顺便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不卖关子会死啊！阿娟，那个卖艺的带着一大群人来了。啊？卖艺的。少爷，咱们这么大摇大摆的，怕早就打草惊蛇了吧？放心吧，逃不掉。住口啊！就是不想遇到他这样大张旗鼓的，拜托，千万不要遇到啊！居然还若无其事的逛街！啊，还真遇见了！兄弟们上啊，把他们包围起来！三位此次出访可有收获？回禀陛下，光柱堡垒乃是女神降下的神迹。什么？你是说生命女神？嘿嘿嘿，我们还和她说话了。是的，生命女神在上，我们有幸目睹神颜，与传说中一模一样。哦，传说中的神族竟然亲临，这种事实在是……那些军队也不像神族，恶魔也不是不能违。放肆！我们可是亲眼。有人召集皇家骑士团，说在集市抓捕了一个混入城里的恶魔奸细。谁？我怎么完全不知道？属下告退。喂，你给我说清楚。还是看看集市什么情况吧。啊，莫罗，好好。哦，这不是神使大人？果然是这家伙，托斯卡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光明女神快显灵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光明女神快显灵！喂，你这是在做什么祷告吗？你闭嘴！没看到我已经摆出了攻击架势吗？现在我已经五感全开，如果轻易靠近我的话，我……麻烦移步到那边去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可不是在询问你。陈俊，快过来！啊！快点儿！你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哎呀，你快给我站好了！你这是……好，在做法？等的就是现在，不要乱动啊！是不是？总算找到你了，我的君主。掉毛这么严重的吗？想不到还有这种高逼格的使徒啊！一秒破功！君主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还好。这样一来就没问题了。把这个迷路的天使捡回家，便是我们开启谈判的第一步。世界仲裁机关1号阿赖耶，正在等候您的命令。权限者位置已确认，联络信号模糊。为保护权限者，启动预案。我将前往权限者身侧进行保护。
之后。我也要去。阿拉耶可以作为信号基站，增强母星与权限者的链接。世界仲裁机关2号机，盖亚同意申请。世界仲裁机关3号机，潘多拉同意申请。好耶！不过呢，等我与权限者取得联系后，再与你会合。到时候可别又迷路了。为什么说又呢？时间停止了，这是你做的？阿拉耶不知道，这是浅浅的能力。阿君，你们还要这样多久？浅浅，不要误会啊，他也是心灵使徒之一。向您致敬，山德拉陛下。你好啊，阿赖耶。嗨，朱木文好。你好啊。他们你都认识啊？作为仲裁机关，阿赖耶能够获取陛下的信息。仲裁机关是什么？这可是最基础的知识啊。是吗？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常识啊？那三贤者你总该不知道。好吧，比如说你现在犯了重婚罪。这是什么比喻啊？你的罪行将被告知3台拥有高度智能和一定变通能力的计算机。由于案件存在各种复杂外部因素，这时候计算机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。因为机器不会被收埋，结论相同的2台计算机判决会生效。这就是三贤者的基本思想。怪不得我不在帝国也能运行。那为什么仲裁机关会来这儿啊？等等，不是要将我这个半桶水的统治者带回帝国尽忠？君主哥哥。我记得是为了增强母星与君主哥哥的连接，所以才来的。原来如此啊！那为什么你没和潘多拉一起过来啊？真的可以。什么？迷路？明明是跟着信号走的。比看上去还不靠谱啊！那你翅膀能收起来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竖不起来。这样的话，到时候要怎样才能不引起骚乱啊？看不见就行了。大不了让他一直保持隐藏状态。这怎么行？我们先这样回去，之后我再去和这个维迪斯帝国解释。放心吧，对于西陵使徒而言，只有精神层面的连接才是真正意义的交流。可是，好吧，要我怎么做？你站着不动就行了。阿赖耶不小心。没事没事，你还是用飞的吧。君主哥哥，我们哪呀？那我们赶紧走吧。怎么回事？给我站住！恶魔的奸细！糟了，忘了还有这个人。放心吧，一会儿就结束了。托斯卡，是团长。团长姐姐。少爷，少爷，醒醒啊，少爷！绅士大人，
请神使大人原谅骑士团的无心之过，他们也是受了小人的蒙蔽。你们，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全部是我的责任，请处罚我吧。维诺亚，那好吧，神使大人。不过呢，你们已经帮我惩罚了罪魁祸首，少爷，我也没必要追究了。是啊，少爷，快起来吧。谢神使大人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事相求。请神使大人移驾皇宫，陛下已在等候。还请神使见谅，我们这就离开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们带路吧。请跟我来。就算是神使，也不能这样欺负我的儿子。神使大人到！陈俊，拿出统治者的气势。哇，阿俊，这里好壮观啊！神使大人，马上就要到皇宫了。阿俊，到这里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放心吧，应该没问题。啊！陛下，神使已至。这么年轻啊！莫迪斯三世恭迎神使。哦，我们到上面商谈吧。哎，等等，我们在这里谈是不是太隆重了？隆重？难道他主张勤俭？迎接神使怎么会？是。可是仔细想想，若在大殿内，不就自然形成了尊卑区域吗？哦，好险！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快去准备议政厅。是。神使大人，请跟我来。神使大人，请问，那个是可以喝的吗？什么？难道是怀疑茶水里面有毒？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给神使大人倒茶。不用，我一般自己亲自动手。亲自？在这样一位伟大的统治者面前，我竟显得如此渺小。请用。谢谢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有2路魔兽预计在4天后抵达凯贝城边界。是3路啊。凯撒斯带的那队，连我们的侦察也避过了。山多拉陛下似乎很熟悉那个恶魔之源呐。他曾是帝国76天区的统治者，而我的天区是77，我们打过无数交道。也就是说，贵国的一个最高统治者，竟然成为了恶魔之源。我定让你们露出马脚！凯撒斯和大多数深渊牺牲者一样，被同化成了一个扭曲的生命。分析的漂亮！喂，你快去和他们谈谈交易呀！怎么谈啊？你学学那个统治者呀。那么我们接下来，神使大人，我们的目标是消灭深渊。这次前来是让你们普通人也可以得到强化，获得对抗深渊的力量。那你们有何所图啊？嘿嘿，很简单，只是做个交易罢了。什么交易？你们称之为奥铁的那种金属。奥铁？那东西我们多的是啊。陛下，这种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的好啊。
具体数量我们需要先确认贵方提供的强化技术是否真的安全可靠。那没问题。如果没有强化技术，说实话，你们可以对付多少？一半。这次魔化生物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，如果没有贵国援助，我们很难抵挡。很好，实力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。那东路大军就交给你们了，西路大军和隐藏的主力交给我们。什么？太好了！请恕我直言，敌人的强大实力实在是出乎我们之前的预料。你想说我们这几个人能不能对付得了他们吧？威廉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绝无此意。臣只是觉得，如果能发动国境内光明神教的力量，会更好。那可是相当难查。光明神教的信众虽然承认生命女神是真神，但他们信仰的是光明之神。光明神教？那他们是靠那个光明之神赋予的力量在对抗深渊吗？是的，光明赐予了他们圣光的力量，虽然没有生命神力一样强大的治愈效果，但是可以极大的增强凡人的各项身体素质。明白了，就是 MT 嘛。MT。哎呀，专业术语，专业术语。诸位既然是神的使者，那应该也有联系光明之神的办法吧？如果能得到光明神教的支援，我相信。好主意啊！啊，我现在叫他出来。叮当，终于又要见到女神大人了。谁呀？啊，好多的糖果啊！这里是天堂吗？啊，好大的糖！现在知道叮当咬人的厉害了吧？知道了。参见女神大人。免礼。应该不是叮当隔壁那个家伙。他虽然是光明神族，但一直在应聘永夜宫黑暗卫队长。金娜姐姐也不太可能，她只对各种烧烤感兴趣。还有威利克哥哥也不像。啊，谁？叮当似乎想不起来了。就不该对吉祥物抱有期待。啊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叮当，你说这算不算圣光？出来吧，阿赖耶！算是吧。阿赖耶，阿赖耶，这是圣光。君主哥哥，再让我睡一会儿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走神了。哇，这是掌管神秘与未知的心灵使徒吧？完全仿照光明神族的设计，比同级别的双翼天使还要更强大呢。由他出面，光明神教的信徒们应该就会听从指挥了吧？我想应该是的。陛下，虽然这么说很失礼，但女神大人也说了，她是仿照的光明神族。威廉宰相，西灵使徒可是与众神对等的伟大存在，那又如何？假的就是假的。你这家伙怎么老在这里阴阳怪气、挑拨离间啊？我可是宰相，宰相，够了！这个世界陷入疯狂太久了，终于准备开诚布公了。我相信你们可以成为盟友，也希望能更多的了解你们。理解他，理解他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明天来场军事演习好了，地点你们定。结盟，撕碎他们！快要苏醒了吗？那就由我为他们带来恐惧！让我们一起陷入深渊的第二乐章吧！
母亲大人，我又来看望您了。生命女神再次降临大地，这次我们一定能战胜恶魔。我一定会为您、为父王、为兰诺帝国复仇。复仇、憎恨，多么美味的情感！这是。我就是你呀！欢迎各位的到来！浅浅，开拍了哟！是第23届维迪斯武道大会的特别节目《勇者斗恶》。倩姐，怎么样？棒棒的！由我介绍本次的勇者：精灵祭司和皇家骑士团，以及我们的特邀嘉宾铁十字军团团长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难想象铁十字有那样的一面。神灵大人，维蒂斯帝国的人对战斗真的十分狂热呀！这才是一个帝国该有的样子，力量即是权力。那么，由国王陛下献上贺词。开始。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只极其凶恶的魔兽。准备战斗！弄这么大阵仗干嘛？这里交给我一个人就行了。弱者只需要躲在强者背后。哇，好棒啊！铁石团长不可阻挡！铁石团长不可阻挡！圣光之力永不无敌！不过如此。这是生命神力。陈先生，是。好样的！神使那边怎么样了？稍等。不赖嘛！他们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了。你居然能有这么高的评价？当然是以碳基生物而已。果然，以奥铁打造的铠甲与武器，加上圣光与生命神力的加持，难怪维迪斯能抵抗住寻常深渊的进攻。也就勉强到流水线生产的西灵战士的程度。果然很要强啊！嗨，愿圣光接纳你。好啊！陛下，看来神使也认可我们的战士。那该了解一下他们的实力了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隆重有请铁十字圣骑士和西灵帝国的强化战士对决。这么快？你先上吧。是。啊！强化战士居然是你！我老大也在呢。哪里来的瘦猴子？这有啥好看的呀？开什么玩笑！你也配做我的对手？是他，你们认识？哦，算是吧。我们团之前和他打过一架，一个团打一个，你们赢了？没有啊，当时好像是因为我吐了他一身，然后他就休克了。没事，你们已经今非昔比了。你们两个一起上！既然他要自取其辱，那就别留面子。去吧。是，局长。确定不是用力过猛了吗？啊，
异能局局长？对啊，奥铁异能局局长。唉，真是到哪儿都不忘拉人头啊！那你们根本不需要用全力。猴子，队长，我在这儿。没事吧，猴子？哪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就是摔了一下。团长！什么？团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团长，快看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没问题。让我来！加油！猴子！猴子！哎，等等，这是我和他的比试，是你自己禁不住下来的。请这位西陵战士停手。双标！真是不好意思，还以为他和你一样坚硬。太卑鄙了！哼，异能战士也不过如此。怎么是水？嘿嘿，继续继续。猴子，猴子，圣光保佑，小子！什么东西？怎么样啊？他刚刚变成水了，这怎么打？我认输。胜方是西陵战士。不用我动手也能搞定你。猴子，没事吧？感觉良好。什么这是？退钱，退钱！都得用钱啊！退钱！怎么莫迪斯三世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？当着这么多人输掉比赛，若不拿出点实力，军心都要散了。难怪那个宰相当时当着阿赖耶的面也敢质疑我。身处他们那个位置，永远不可能是虔诚的信徒。用实力让他们闭嘴好了。实力？猴子，这次你打头阵。你是大哥，你上，你别推我呀，臭小子！看了这么久，有点无聊了，不介意让我活动活动筋骨吧？这里就交给我吧。是。加油，加油 ！Testing， testing。看来陛下要动真格了。天照。这是。哎呀，这个威力展示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花花草草啊？好像有座山被移平了。神房，你们看。这是嗨，时间倒流呗。因为力量太强了，偶尔会发生点小事故。控制时间的使徒会修复的，不然得找几个造物神帮忙了。这是，请原谅我们之前的质疑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那咱们的合作就确定了。你想要的是，那就是40%的奥铁产量。40%？看样子不是开玩笑啊！这个西陵真是太可怕了。但是只要了40%，看来他们也不太富裕啊。
真是天大的便宜啊！好，成就之后还请多多关照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恭喜陛下与神使结盟。陛下，臣之前只是觉得下去吧。可是，臣告退。老爸怎么样啊？滚！别诺亚。是。陛下。皇家骑士团接受强化的话，你怎么看？属下觉得，多亏了你。凯撒斯，他们有了异能战士后，奥铁其实就没什么用了。早知道就多要点了。陈军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丽璇，小心背后！突然和西陵打起来了，快逃啊！真是好傻瓜，谁要你？阿俊！连战歌公主都没能发现我，希望你会满意我的这份礼物。没用的，他会成为我的同伴，腐化堕落。光是消灭我这个分身是没用的。我很抱歉，这与你们无关。深渊一贯如此狡猾，比起道歉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你们安排人手做好强化准备，这次一定铲除深渊。怎么样？不行，完全不能预测到关于陈俊的未来。真是的，明明没什么能力，还这么冲动，真是无可救药。看清楚点儿，这里可不止你一个人。叮当说的没错，这次我们都有责任。而且也不可能只靠你一个人的能力。原来你们已经有办法了。目前是深渊能量隔绝了陈俊与我们的联系。没错，就连浅浅瞩目的能力也没法使用。但目前陛下除了昏迷，一切都正常。一切正常吗？有试过接神通话吗？试过了。但无法连接到陈俊。大家请放心，阿赖耶能感觉到，深渊没能侵蚀君主。阿赖耶正在君主的精神世界，而且幽能水晶终于到手了，休想逃！还能再快点吗？那你坐稳了。塞本，有瞬移那一招。没问题。哦，多谢了，塞本。这就是青春吗？
阿俊，浅浅，浅浅主母怎么会在这儿？阿俊，你终于到了，我们一起去报道吧。走吧。郡主哥哥，快跑！她不是浅浅主母。这里怎么回事？这是深渊的封锁已经到这里了，我必须净化掉这些深渊能量。郡主哥哥，等我！成功了，只需要逐步清除。什么事？我们是特意来向神师请罪的。不用了，请回吧。请稍等。唉，真麻烦。泡泡在。后续听从林雪安排，分头做好对抗凯撒斯的准备。可是阿俊他，我会把他从精神囚笼里带回来的。那就好。快看，哥哥这边有情况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……舱内的深渊能量消失了。干得不错，阿赖耶。我干了什么？果然得由阿赖耶从内部打破深渊的封锁。林雪的预言没错，后面就交给我吧。要塞这边就交给我吧。阿赖耶，走了。等等我，山多拉陛下。山多拉陛下，我好像出不来了。陛下，你先走吧，就让阿赖耶在这里。陛下真厉害。看样子，目前我们还处在边界。走吧。完了！陛下，您振作点啊！还是应该寡人一个人过来请罪。哎呀，陛下，臣也是担心您的安危呀。也不知道神师那边有没有好转。陛下，恕臣冒昧，您是不是在想，要是神使撑不住了？好，我们接下来这样。然后，在神使大人的带领下，我们一定会蒸蒸日上的。对，仿佛已经看到光明的未来了。我们就在这里等待臣也是这么想的。陛下，老爹，你们在干嘛？白莲，不疼，臭小子，你都不是去强化了吗？我听到咔嚓一下就到这儿了。啊？难道是被赶出来了？很有可能。陛下，看来得启动自保的后备方案了。就这么办。还说什么改造完了，都不告诉我什么效果。臭小子，快跟上！好，来了，兄弟们，走了。好漂亮啊！这些泡泡是……是陛下和君主哥哥。陛下和君主的关系真好呢。果然，在他心中，我才是最重要的。陛下，你快看，这也有呢。这个渣男！陛下，这里。这个是君主哥哥和阿赖耶的。我们刚才好像来过这里，应该只是碰巧一样吧？不太可能。
我感觉到的位置目前没有发生变化。怎么会？陈俊的精神空间比看上去还要不可思议。既然不能正常的抵达，抓紧了。抓紧。什么情况啊？那个哪来这么多钱啊？阿俊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不是，这些是刚刚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说什么胡话呢？哇，阿俊，这么多钱可以买多少3室一厅啊？反正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让你们享享福也好。好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好哎，阿俊你好棒！很快就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，哎，等等。果然，陈俊失去意识后，自动形成了精神防御壁垒。既然是这样，除了暴力打破，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时间紧迫。对啊，最大一笔开销居然是山多拉的一顿饭。钱这么不经花呀！只要你想要，说不定还能捡到呢。一旦你渴望更多的金钱，就要付出代价了。太简单了，太好拿捏了。那下次正好山多拉自己付钱了。钱的问题很好解决的。我觉得我们这样平平淡淡挺好的。很好，金钱不在乎，那美女呢？啊，这是教室啊。你醒了，阿俊。我怎么出不去了？哼，你不会忘了晚上要看电影吧？这我怎么会忘呢？可别忘了也邀请了我哟。什么情况啊？这下完了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再叫上其他女生，晚上一起玩。非得是女生吗？啊！困死了。阿俊，啊，看来你昨晚玩得很开心啊。姐，你怎么知道？没想到浅浅他们打斯路德还蛮厉害的，但真正的王者还是你弟弟我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你们就玩了一晚上游戏？那当然。真不愧是麒麟统治者。姐姐，这里是？阿俊，发什么呆呢？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这么无聊吗？阿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谢谢就好。那我们先走啦，记得去那边找我们哦。一会儿姐，哥哥拜拜。
快，就是那边！什么情况？生的了，小姐，这是呀，太棒了！这是……小姐，您真的是公主吗？没错，山多拉，你喜欢吃火锅？是的，是的，我确实非常喜欢。陈俊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事没事。这什么鬼啊？陈俊，你也快走吧。钱，丽丽！不要！好厉害！这是哥哥好厉害！你好，可以采访一下吗？你是超能力者是吧？你是超能力者吗？你来自外星吗？你可以行破碎大石吗？我这么厉害呀！不足莲花吗？说一下吧。是人最无法拒绝的欲望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你堕落。该死的叛逆生物！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，就别怪我开大招啦！人呢？怎么这么黑？不在家吗？欢迎回家。阿俊，你这次可给姐姐争气了。你们这是？哥哥，你上热搜了。啊？啥玩意儿？哎呀，这么快！哼哼，信息时代嘛。耶！这些家伙，看我不！阿俊，别回。面对怪物那一刻，我确实没想到要救其他人，可他们也……区几个键盘侠，竟然也敢污蔑西陵君主，不如让盖亚解决他们。又有新的评论了。阿俊，浪费时间，吃饭。这样啊？还没完呢。啊！他们怎么用莉莉造谣啊？什么？阿俊，你看，啊，我这里也有。不是，这谁啊？超人陈俊疑似与国外公主有一种。啥？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些人！哥哥，你的信息被人肉了。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们闭嘴。哥哥，他们太讨厌了。去吧，陈俊，打开门，好好教训他们一顿。以暴制暴，你有那个能力。让他们闭嘴。你们怎么？去，让他们闭嘴。可以让他们闭嘴。是吧？干你可以的。留不到他们。有能力。好玩了！怎么突然？山多拉陛下，您成功了！不是我，是陈俊，他醒了。哥哥，只要你一个命令，我就去把那些人杀光。就是，别考虑这么多。自己开心就好啦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永远站在你这边，尽情释放自己，把让你烦心的东西都毁灭了。来吧，一同堕入深渊。什么？果然是你啊，凯撒斯。
可能不被深渊气息腐蚀。这我哪知道啊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存在的？在我的操控之下，一切都应该完美无缺才对。真是令人费解啊！这啥呀？太可怕了吧！就是你这徒有其表的模仿，才缺乏真实感。虽然你幻化的姐姐她们真的很完美，我就说吧，但是我姐姐不温柔的时候，才是她最温柔的时候。潘多拉坚持自我的样子也很可爱，最大追求只是一套3室1厅的钱钱，才最有亲切感。山多拉虽然吃得多很难养，但最起码她不挑食吧？你等等，你给我闭嘴！啊？你说的这些，到底和我做的有什么区别？感觉啦！果然深渊生物是不可能理解女性想法的。该死的碳基生物，明明那么的完美，去死吧！这什么展开？让你久等了，陈俊。郡主哥哥。哟，阿赖耶也来了。没想到你能凭自己的力量在精神世界。陈俊，凯撒斯，你还有什么花招？都给我收一收！郡主哥哥，等等，看来陈俊已经被深渊给侵蚀了。都不会了！山多拉，小心！去死吧！卑鄙！卑鄙！我还可以更卑鄙！一起上，包围他们！山多拉，靠你了！凯撒斯，你是昏头了吧？这下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？该回去了，陈俊陛下，还有很多东西要好好研究一下。还不能回去？既然你在精神世界里这么强，不如我们去追他。深渊没有侵蚀你的脑子，太好了。果然是在怀疑我吗？两位陛下关系真好。陈俊刚刚提醒的对，我们立马去凯撒斯的精神世界追杀。阿赖耶，你先回去。好的，郡主哥哥，那我就先行离开吧。等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这怎么追杀呀？凯撒斯不是都被你解决掉了吗？当然是用幸存下来的。幸存？等，我都说了是误会了。怎么可能？心灵通道，你们会后悔的！这是凯撒斯的分身，就是你们之间精神世界的媒介。啊，所以你用分身连通了凯撒斯那边的精神世界？对，我们直接在精神世界里将凯撒斯给彻底消灭掉了。凯撒斯诡计多端，我们去他的地盘上，要不还是先回去？把手放上来就可以了。对，我们要同时注入精神力。啊，明白。山多拉和那个碳基生物的精神力，太好了！看看你们能不能通过这个精神入口无限恐怖的考验。要挺过1000个心中最恐惧的事，加油吧！我这是在考场啊！
竟然作弊！我没有，还敢狡辩！取消考试资格！竟然是高考！陈俊，不是说好的同一所大学了吗？不要啊！我才不信，你怎么吃都长不胖。好啊，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哼哼，阿俊，来尝尝我做的三明治。好哎！等等，快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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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真是可惜呢，明明看起来这么好吃的三明治，里面却是这些东西。我的天驱，我的军队被我自己毁灭了。你说真的？真的是给我的？当然，去和7斗个风吧。恭喜你成为异能基金会的一员。哥哥，根据西陵法律，身为西陵统治者的哥哥加入敏感性组织，将认定目标文明，对帝国发动了征服宣言。误会啊！毁灭吧！误会啊！潘多拉，误会啊！哈雷爷，阿俊怎么样了？两位主母不用担心，君主已经平安找到。那他怎么还不醒？君主哥哥和山多拉陛下正一起在精神世界展开反击。反击？一起？快起来，带我们一起！我也没吃坏什么东西啊。等等。主母和君主哥哥想象的样子不一样呢。不好了！要塞外检测到大量碳基生物。碳基生物？莫迪斯三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请绅士大人不要误会，我们只是想在这危难关头尽可能的帮助到西陵，还望绅士大人能够接受我们。看来你们误会了，我们并没有什么危险，自然也不需要什么帮助。等等，我们既然是战友，为什么还要拒之门外？至
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看样子，战斗已经开始了。战斗！托斯卡！这是！你这小子，全员防御！你们来了。阿俊已经没事了，但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醒过来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啊，前面有很浓的深渊气息，但好像又能感受到陈军和山多拉的能量。他们怎么打起内战了？就目前观察到的，主要发起进攻的都是被强化过的。绅士大人！绅士大人！我们认输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鬼迷心窍，贪图绅士大人的改造技术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。请英明的绅士大人们放过我儿子吧！我愿意辞去宰相职位，回来只做一名吟游诗人，向世人传递绅士大人们的光辉。真有意思。凯撒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山多拉陛下和君主哥哥呢？凯撒斯，他们永远不可能出来了。这两个蠢货进入了我的精神世界，反而让我得到了他们的精神力。通过他们的精神标记，我就能将深渊之力传导给这些被改造过的玩具们。泡泡，做好防守准备。收到。我们只需要监守到陈军和山多拉回来。无妨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哼哼，不自量力！上吧，我的玩具们！全军出击！潘多拉，快坑里了！为了帝国，准备战斗！这又是……肚子，电梯坏掉了。反正周围也没有人，那就……哥哥，你看起来好像不舒服。没事，一会儿就……哥哥，你怎么在发抖？刚刚你不是说我们会没事吗？难道我们现在已经没救了？不要！不要啊！看你们如何应对！可恶！给我杀！为了帝国，征服一切！
你真是不堪一击，这里就交给我，你继续去对付皇家骑士吧。是。在时光之中化为尘土吧，可憎的怪物们！啊！应该没事。来试试我的秘密武器——灾难信标。让我也看看这诅咒的威力。给我回来！没想到你画的纸这么恐怖啊！看来效果不错。潘多拉，集中火力，向正西方向的天空开炮！那是什么？大家避！果然有深渊躲在这片时空的异空间里，这下他们吃大亏啦！凯撒斯一定想不到，我们有个先知。下次早点通知啊！下次一定，加油！在陈群和山多拉回来之前，我们一定能守住。好。这次又是什么？有完没完？你们拍照不就是想发网上去羞辱他吗？这么做和他干的坏事有什么区别？我之前他们又都为什么怕你们拍照来着？现在想想，对呀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他喵的明明是在救人！来呀，来拍啊！什么情况？我的天穹，山多拉，我的人民，你怎么了？你振作一下。这里是我的天穹，我的人民，快！山多拉，给我！什么情况啊？把我的天穹，我的人民！既然这样，我也只好出手了。还给我！天竺八珍。然后是牛肉蛋炒饭、麻婆豆腐、香菇青菜、风肉炖鲜笋、桂花莲子羹、蛋包饭、清蒸蟹粉、狮子头、葱爆海参、艇仔粥、海南鸡饭、万三蹄、红烧桂鱼、田螺塞肉、红烧汕头、油泡塞肉、农家麻粒饭、阿婆臭豆腐。等打败凯撒斯，我带你回去吃。真的？当然。我刚刚，以战歌公主的名义粉碎。这里是？走，我要找到凯撒斯的本体，彻底干掉他。等等我。前面好像有东西。是凯撒斯！小心！
真不愧是战歌公主呢！别捣乱，快闪开！给我滚开呀！真没有礼貌！在你面前的可是大名鼎鼎的战歌公主。来住手！你跑什么？他要来了！跑！咱们都得死在这里！我可没这么好骗。只要不被他杀死，我都无所谓。他来了！这是这么大个家伙，咱们应该能对付吧？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看样子这就是凯撒斯的本体了，完全充斥着深渊能量的怪物。小心！振作一点。好。天照！看到他了吗？不，接下来才真正开始。这就是凯撒斯的真实。这么大！小心，他要开始攻击了！我去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见机行事。哦，好。山多拉！必须阻止他！我需要更大的当量，回想之前的训练。我可以的！盖亚，全功率无限制轰炸，开炮！这是。干掉他了吗？不，但是让他瘫痪了，并且就是现在！刚刚那是？刚刚那个就是他的弱点。逃走了？山多拉！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陈军！啊！这应该是凯撒斯搞的鬼。等等，你就在那里别乱动，不仅还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作用。剑刺上，看样子这些都是传送门。得赶紧找到陈军，他一定就在某个门后面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些门和楼梯呢？你是凯撒斯？别压好。
以说，那个长翅膀的凯撒斯一直在吞噬那些分身。原来凯撒斯还有这样一面啊！那要是消灭了真身，分身还存在吗？问你呢？不知道。哎，你好像很在意这个球啊！哎，等等！哎呀，我又不是要抢了你的。啊！别过来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！救命啊！结束了。疼死了！陈俊，来的正好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也是别人给我的。别人？他最后给了我这个，就消失了。我看看。这个思考核心有被虚空净化的痕迹。凯撒斯召唤支援了吗？他果然还没有死。陈俊，小心，他要……他无视我们去追杀分身了。我明白了。你是说，凯撒斯努力地排出深渊能量，但这些能量又变为了分身，他只能无意识地消灭和吞噬这个世界里的深渊能量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凯撒斯只会追杀有着深渊能量的东西。所以那时候，他才会追着我不放。既然山多拉你也能克服，那凯撒斯太迟了。为了保证最后的意志得以执行，凯撒斯所有的心智都已经作为燃料燃烧殆尽。现在的他，只是在机械的运转。这样的生存太可悲了。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怜悯敌人？在这个心灵世界，我只能消灭他的意志。那就去现实世界，让他去死吧。走吧。看你这下怎么攻击！首领级深渊锁定，开始攻击。潘多拉，快瞄准基地正上方，别管这个凯撒斯，就用你那招萝莉狮头害闪啊！对对对。啊！基地正上方高浓度深渊反应，是深渊之门！怎么会？潘多拉，就是现在！
倩倩，看来还得借用你的力量。浅浅主母发动了时间能力，可以暂时封锁住这些生物。怎么可能？凯撒斯努力地排出深渊能量，但这些能量又变为了分身，他只能无意识地消灭和吞噬这个世界里的深渊能量。对，那就去现实世界，让他去死吧。小心！你们俩的精神力交汇会打开深渊之门。山多拉，你疯了！你以为他会乖乖帮你消灭所有的深渊？痴心妄想！他会连这个星球一起毁了！深渊这是内讧了。不愧是神使大人，简直神级妙算！这一波咱们稳了！石林帝国万岁！深渊能量全部消失了，这样就解决了吧？暂时是吧。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也感觉。小心！姐，李雪！消失了。只能应战了。看来今天必须分出个高下了。感觉他的速度比之前还要快。好机会！他的再生能力也得到了提升。眼睛完全跟不上。有烟无声，快，倩倩，用你的能力！这就是心灵统治者级别的战斗吗？阿俊，那个和山多拉战斗的，到底是？这个啊，严格来说，这个就是凯撒斯本人。什么？这样的话，山多拉一个人能行吗？其实我有个办法，只是得让山多拉知道。我可以试试和山多拉陛下精神通话。那也可以，只是你有办法？不见了。陈俊，
说，什么办法？你能控制住凯撒斯1秒吗？我尽力。叮当，给我一个最强的生命祝福。交给我吧。当当当当！让叮当把你和全世界所有的生命连接在一起。听着怪可怕的。哼哼，完成了。好了，你受到的攻击都会平均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生命了。这么厉害？只能持续15秒。足够。怎么感觉麻麻的？因为我们一起平摊了他受到的伤芊芊，趁现在！徘徊在错误的时空中吧！还不够，给我停下！平常的攻击无法击败凯撒斯，但是这种能量可以。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。他们很懒惰，但我却能够像控制身体一样掌控他们。凯撒斯，你是个可恨的敌人，也是一位伟大的使徒。你接受了1000万年的职责，请由我来结束。考勤去死！你这是？哎呀，这是我刚寻思出来的新招式，嘿嘿。那这次应该结束了吧？我想是吧。再见了，凯撒斯。我们能回家啦！芊芊别激动，我懂。想不想吃啊？外面在放烟花。来，叫声姐姐。神使留步！现在特殊时刻，望神使不要擅自行动。大人们现在与民众过于亲近，有失威仪。马上还有一批贵族前来觐见，叫声姐姐就可以了哟。阿俊，山多拉还是不肯出来。那你去试试吧。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次只是情况特殊。明白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可好吃了哟，酸酸甜甜。山多拉，陈局。啊？也许我对他的宿命感触太多了点。你说凯撒斯？军临者永恒，战斗了迷茫，重返荣耀有希望，有希望。我却没反应。怎么身体突然自己动起来了呢？
有希望，绝对有希望。去拯救宇宙 ，Let's go！ 经过西陵统治者的同意，你们可以暂时借用一些基础设施。是。还有，基地作为总部，异能局以后由你负责管理。啊，这，叮当，女神怎么哭了？深爱世人，深爱世人，这样的女神值得我用一生来歌颂。为什么大家要分开？我们好不容易才成了朋友，为什么不能一直在一起？叮当也要回神界的吧？可是，叮当那么厉害，我们以后肯定还是会有机会再见面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保证。哥哥，泡泡已经成功反向定位了地球的空间坐标。很好。那么，再见了，各位。虽然，但是，总算可以梦想天津的。陈俊，给你个奖励。我可不会加入你们组织的。你干嘛？我说是奖励你自驾去海边度假。我们一起去玩吧，好耶！但我还要上课呀。及时行乐呀，阿娟。放心吧，上课这种小事，西卡罗会解决的。那我姐，你们先去，倩姐我去接。谢了。三位，目标海边，全速前进。没问题。为执行全速指令，将启动雷屯模式。那我们出发！异能局的高级座驾能不快吗？快走了，懒鬼！倩姐他们早就去玩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你那是什么眼神啊？我只不过是在想，拯救完世界后该有的奖励，比如阳光。不，当然是阳光下全家的风景。可是现在是旅游淡季。哎呀，好啦，好不容易这么好的天气，都快点儿！你们沙滩排球带了吗？废话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倩姐，快过来！怎么这么远啊？哥哥。